大家好，我叫黃可怡。今日我介紹一個故事，叫《大灰狼去拜年》。有一日，大灰狼已經餓到幾日，佢聞到香味，嚟到一個小屋前。佢見到羊太太，做賀年食品。佢想入去。於是佢假扮成一隻羊。着上紅色嘅衫、紅色嘅衣服。佢假扮變成一個羊。佢着上紅色嘅衫。將自己塊面塗麵粉。將自己嘅面塗麵粉。佢敲。大灰狼敲開。羊太太個門。佢話：新年快樂啊！好耐冇見，我係你嘅表弟。然之後入咗屋。大灰狼睇住小羊想食佢。但係俾羊太太俾紅包打斷。佢心裏掛住食小羊。想食小羊。但係羊太太同小羊一直餵佢糖果。小羊同羊太太餵佢食糖果。佢哋一齊做湯圓嘅時候，大灰狼想捉小羊。好彩小羊打咗一個乞嗤。然之後羊太太俾大灰狼一碗湯圓。大灰狼都係食唔到小羊。羊太太又攞出好多賀年食品。仲話俾佢帶啲返屋企。
大灰狼好感動。大灰狼好感動。佢同羊太太話：佢同羊太太話，其實佢唔係表弟。其實佢唔係表弟。佢小羊想住話：你係大灰狼啊！冇錯啦。羊太太話：其實你係邊個都唔緊要㗎。我只係想你度過一個好好嘅新年。大灰狼好感動啊！佢哋一齊做一個好超級蘿蔔糕。佢哋度過一個愉快開心嘅新年。